请坐下哈，请坐下。各位同学哈，今日呢会使讲真容易，咱嘛真欢喜啦吼，因为今日呢，我大年初吼，大年初九，因为也是咱这个新春吼，头一个干春，新春头一个干春吼，但是今日真福气啦吼，咱护理师伫百忙当中挂卡，今日变来甲咱准备啊吼，咱这护理师吼，要甲咱讲几句的时阵，咱就有这个机会啦吼，是咱护理师拜一个晚年，晚年吼，无咱准备吼，咱来请护理师。各位亲戚咱正甲护理师拜一个晚年吼，钱到一公，分到一公吼，祝福护理师羊点如意啦吼，事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保有红彩。请坐下哈。班长老师，咱各位前贤大德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午安。咱学校伫遮，咱各位恭喜拜一个晚年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咱的道路方便，咱大家修学道会当搁较提升，伫遮呢祝福各位法喜长远。咱学校拄好知啊，就讲要来找帮经理讲一寡话，听讲伊拄好在遮，互我拄好从伫遮来甲咱大家恭喜甲咱拜。那么咱今日大家会使讲，拢是修道的一份子。不过呢，伫这个修道的历程，咱每一位同修，咱会知影讲，咱修道呢，这个工课是非常的殊胜。因为安怎讲殊胜呢？咱若毋是假使讲今仔日，咱是为业业所种来这个因缘深厚。咱袂当讲今仔日拄好有这个机会，为了这个三座普渡，为了这个天命名师道中降世，咱来得到这个胜利生活，会当呢来了脱这个生死轮回。但是咱各位爱知影，因为看咧，咱这大家拢是老道亲济。那么伫咱这个所在，咱大家应该爱知影讲修学道。唔通凭记即咱初发心，所以修学道不忘初心吼。咱今日修学道，这个初发心唔通灭尽。咱若初发心叫灭尽，咱修学道就会分断，就会停顿，就会害胎，就会生出足侪唔好的心出来。所以希望咱各位拢是老菩萨，拢是老前辈，同修前贤，初发心唔通去互灭尽。咱来当
咱当时当初得到认定即个真理，迄个时阵，吼，的即个心智，相信讲咱大家即个修道一定拢袂去互分断，也袂去互退进。所以因此，要会当袂无修学道即个，毋通忘记即个初心，初发心即个心啊。即个初发心的心就是咱的愿，咱的愿。所以人讲，一念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行。咱今日拄好听咱房间论师咧主笔讲咱今日咱遮是新春，今年的第一个课会班。那么既然甲是第一个课会班嘛，希望咱大家会当呢将面咱保持咱当时修学道即个初发心，即个心无退，咱来搁再继续的努力，搁再来加强咱的志节，加来发咱的志，发咱的愿。所以即个愿也是一个目标，也嘛是一个动力。所以咱人若无愿，袂使着。所以每一个大大小小拢有愿。亲像讲，咱今年大家嘛愿讲我在于咱个人来讲，我希望讲我今年的生活会比旧年较好。或者讲我今年愿讲我修学道会比旧年较精进。或者讲我愿讲我今年修学道，我要来学啥货，叫做愿。假使讲咱遮拢老菩萨，拢是有年纪的人。虽然有年纪无要紧，咱爱有一个目标，人生有愿才有梦。人讲有梦才会美，有梦才会美。这个梦虽然是当初发这个梦是空的，但是呢，咱若照迄个愿去甲努力，到尾迄个愿是实际，迄个梦嘛实际。比如讲啦，我先做个比如，拄好即个数年坐伫头前遮，我是拄好安尼快安尼比如啦，我相信讲数年当结婚了后，生囝了后，伊就是一个愿讲我今仔日一生，我要将我这个囝要甲栽培，互伊成就，要后日栽培，互伊会当来读大学，甚至要栽培，互伊后日会晓修行学道，这是一个愿。无可能你囡仔出世就读大学，无可能你囡仔出世就要修行学道。但是你照你的理想目标去甲伊推动，去甲伊带动，去甲伊鼓励。到即摆到即摆，请问各位数年来囝有咧修行无？有。咱各位知影无？有啦这就准啊。我是比如啦毋是讲伊足好啦，迄是比如咱大家知。咱伫咱的内底足侪拢安尼啦，迄是比如安尼讲，咱有即个愿自然呢，咱就会朝迄个目标去甲努力。那么咱大家互我看法，咱遮拢过来10年的道亲像阮哥哥甲咱遮老道亲读我房间先生，也是即个做正定先生，咱遮内底拢足侪的老道亲，但是虽然咱当时有即个初心，有发即个初心来修行，但是咱迄个愿爱继续去发落呢爱继续有发愿来精进。比如讲，比一个讲啦请问咱遮个老菩萨，以及新的啦新菩萨，咱用早物件用学了，毋知会晓袂会晓袂做上咧用早物件用学了，毋知会袂会袂？若袂举手，拢会拢会安分几个会甲恁恭喜也袂甲恁贺喜，袂安怎会继续努力？袂继续努力。恁若袂晓的，爱学呢袂晓爱学。迄嘛是咱一个目标咱是讲较早一寡老人毋捌字，像较早阮妈妈毋捌字，迄
也要上发济经，也要上救苦经，也要上大悲咒，也要上太阳经，也要上太阴经，也要上烧香的礼赞。若要找一个敬佛，就念烧香礼赞。毋捌是伊才会晓学，敢是吼？学人介绍出来应该捌嘛吼？学拢会晓。咱人吼，万物之灵，狗仔咧教甲下，牛咧教甲下总无咱袂晓。所以较早吼，有一只莺歌啦吼，一只莺歌吼，讲无一个单主饲啦，迄个单主太太80岁啦，咧学佛学啦，歌仔啊学袂记一啦。也来咧念明明上帝属苦数，迄只莺歌就是讲明明上帝属苦数，天地之属无苦数，我煞比迄个老人较厚啦。到尾迄阿婆啊讲啦，叫人即个莺歌学甲会晓念好啦，我学袂，安尼吼，到尾人阿婆啊真正安尼学拢学起来，对无吼？你若袂晓爱学呢，这事实的代志。即摆若学了会晓，爱去学哪？爱去学哪？就是讲咱伫咱的道场所有的文化，咱拢爱学，包括15条佛规、10条台湾。15条佛规会举手，系啦，足少，对无吼？可能是大家体质啦吼。你15条佛规袂晓爱学啊，所以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咱修道的目标啦。咱的目标，要咱有学，今年唔免坐，你一年学一项就好啊。今年学15条佛规。明年学10条台湾，搁来学甚至咱这个做像帮经理，甲咱这前辈这同修，大家足注意，咧教咱学读经。其实咱这嘛拢会当读，我听咱读拄吼，这个合作，这个信神吼，信神咧讲，咱这大家这老菩萨拢咧学唱学歌，其实迄嘛拢足侪唔满意的吼。咱咧学歌遐好笑，其实你甲问讲，这合作啥？讲我毋捌。介济啦吼，迄会晓歌调的，甲毋捌字的，这是叫做啥？这是叫做包伊毋捌，这是包嘛，伊毋捌。但是若叫伊来讲跑，你捌的吼，对无吼？叫伊来讲跑，伊捌啦。甚至。继续咱今日第二讲无关的佛堂，咱因啊。过辅导呀，本店建国位这认真学者，就是讲大专生来到大学生、大专生，也是现在对证书，包括博士、拢讲参与来参加这个辅导团。道学练习班，因为咱辅导团过去的这个经历，咱拢有这学者过去分道场参与的这学生，咱加入无极。高专营。菲律宾道群捐钱建的慈心亭。所以呢，咱今仔日透过修炼调整自己，会当有这个观念。
转变。那么上介重就讲，这个观念会当互你每一天转变安怎？咱人每一天会当保持这个时间，世界应该是无啥物通互咱看待，因为咱人的观念随着时间长长去累积这个意识，那么这个意识，敢若像你做足侪工课，准备足侪资料，你的文书的资料，你若无一工好来整理，那么你这个资料愈来愈差愈悬，到落尾你真正毋知要来整理。所以每个公司伊的会计每一工晚上爱去归，银行的会计每一工拢爱归。就是讲你一工所累积8点钟，这种种的知识里面，咱拢爱透过观念，爱安怎大使一番，大使一番这个死，叫咱上面拢讲死，死是讲咱应该爱甲归零，从咱一工所做的事务当中，经过检讨了爱归零，去基本无好分益，好的保留着，无好甲做代表，安尼你人生是不断的成长，尤其咱人甲人相处当中咧。咱必然一定爱靠观念，这个观念就以一个描述来讲，是咱的道德。爱靠这个道德来维持着人甲人互动最好的因素。所以一个人的道德愈悬，那么伊的人格愈好；一个人的道德愈悬，伊的人品会愈可笑。一个真实修行人，伊较到处一定是受到个人大家的尊重，所以呢，观念就是依照这个道德来做咱的维护。道德有活动呢，咱的观念、咱的人格就有活动。所以因为观念就是咱人甲人相处的一个润滑剂。观念呢，就是咱人甲人相处的润滑剂。咱要透过这个观念来互相彼此体谅，互相来关照，互相来关心。那么咱来当有这种的好观念，就会当于咱内心内底会生出啥物物件？一个人好的观念，心情若介快乐，伊讲的话一定安怎？会用表现咧教人非常体验。所以一个人好的观念，伊会生出了啥呢？在你内心内底生出了一个公平的、均衡的思想。会当互你内心生出了这个公平均衡的思想，会当互你的心，对方感受到一种温暖，亲像迄个日头光，就是即摆就是啊，台南的天气较烧热，咱会感觉有一种温暖，有一种春天的感觉。即摆春天嘛要到位啊，咱慢慢去体会讲春天来时，这个气温回升，然后咧所有的这个草开始生长，咱会感觉讲迄个生机盎然。那么一个人有好的观念呢？伊会当透过着这个观念，互你每一届讲话时阵如静水般的语言，会当讲出足好听的话，会当互兄弟姊妹来领受，感觉快乐。但是上摆重的呢，咱有这个物件，咱有这个好的阳光，有这个温暖，有静水般的语言，上摆重啊，咱一定爱啥？爱有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是啥？爱甲咱周边的朋友共同来分享。因为你若快乐，一个快乐袂起来。快乐一个快乐袂起来。你若会当将你这种的好，这个快乐，搁家己扩持，互逐个人同样甲你享有这种的这个分享的，那么你的人生呢，必然是一个真善美的人生。所以因此观念对咱一个人的建立非常重要。不管在咱后天的生活、事业方面也好，还是在咱先天受到的道路上也好，这个观念就是一个因素，非常的重要。公司若无真好的制度观念，这个公司经营袂久。无管在人事方面，无管在业务方面，这必然是要有一个真好的制度观念。那么这个好的制度观念，就是你公司所有的啥主管、股东，大家去建立的，大家形成的共识，大家形成迄个共识，可依照健康的一种的这个现状状态，来开发你的事业体。那么所以在后天因素，在咱先天也是共款。所以即届是来讲，今仔日本来呐，照咱郑老师主笔讲咱就互你食，咱就应该你花莲。而咱郑老师讲，是初九会当来花莲办。
邪教是咧反倒，伊就是种种因缘，所以呢无反倒，所以咱就学咱这就办理这个班数第一班的，咱再下当这个机会过来。所以因这是一个念头啦。当然在未来当中的道路呢，咱有咱好好计划。所以呢，这个观念就是对咱一个修行人也好，在教天也好，信念也好，伊是互咱带来了一个真正重要的一种的念，这个因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就甲咱过一个好好甲讲。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观念，所谓三性的作用是啥物呢？第二就是啥？有观念正确了呢，咱所追求就是啥？企业甲这个安详。人生的这个目标呢，其实咱就是去追求这两项。咱定啊，听出个前辈在讲，学道之法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一个人啊，真正会当放心，伊心就有快乐。这是真真正的，因为你的心当然你欢喜就是烦恼，但是你的心若当你操烦，你就是快乐。因为迄个心只会当做单一选择。无人讲即马欢喜甲安尼极端，一个人一个心同时也烦恼到极端袂安尼。咱的心会当做单一的选择，所以因为咱在修道当中，就是要追求了上喜悦甲安详，互咱会当每一工过了欢喜充满，会当互咱每一工，互咱的心灵会当真踏实，暗时安尼困，马上入睡，所以修道以上拢来讲，修道是啥物？修道是会当知影食、知影困、知影穿、知影用，知影放，知影当种种一切动作当中，你会当随缘不变。所以咱修道当中，这个理念建立，就是要互咱找到咱人生呢喜悦甲安详这个目标。那么喜悦甲安详呢，其实这就是咱定咧讲达摩尼的化身，上帝的化身就是啥？喜悦甲安详。伊无所不在，所以呢。甚至有人会讲，安尼修道修到落尾，到底是为着啥物呢？修道甲修到落尾是为着啥物？一贯道分法到底是啥物？其实咱修道修到落尾，就是要互咱得到安详甲快乐，家己的。以咱修道的角度来看，是要得到真实，脱离了世俗这因缘当中的困扰，互咱心内心当下咱得到解脱。一个人死，咱得到解脱，当然呢，伊就当得到安详甲喜悦。那么，到底这个安详甲喜悦，咱咧讲这个上帝对，伊到底是对？是毋是在咱进步当中，倒是拢有？但是虽然讲在咱服务当中，咱会去感受，其实真正会咱感受了这种喜悦甲安详，是在咱的啥呢？咱的内心，在咱的内心内底，因为伊是无所不在。伊是无所不在。虽然外在有真侪即个金钱甲财物，但是总是有限。但是咱若为外在金钱财物，咱永远会找袂到即种喜悦甲安详，因为伊是无所不在。咱只要是拍开着咱啥，咱的心，即个心门，将即个心门拍开，那么自然咱咧讲，迄个阳光，甲即个空气，甲平常拢会走进来。所以像过去捌讲过一个故事讲，你即个。美国有一间真细间不起眼的教堂，这个教堂呢，之所以出名呢，是这个教堂伊建设，也是建教堂像着这个大的这个教堂汉阳的方法。这间的教堂所出名的上界大的因素呢，就是你教堂当中有100位，有100位，所以大家因为要看迄100位，所以呢，大家拢时常不忘不惜这个千里路途开车也好。坐飞机啊，甚至坐车吼，拢为着要来看所以呢，有一天有一个信徒入来，伊就去看100位，但是100位较看不出所以然。人讲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有的人看是100位，其实画中有什么？有画。伊迄画当中有足轻重的这个含义。那么100位到底什么位呢？这100位就是讲，在伊壁顶挂了100位。框框内底画着一条门，这门有一个
这个门当中，这个锁头，有咱是这个门。然后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这个代表耶稣基督，伊徛伫门外。大家想无啊？各位定定敢想？100位内底有一块门，然后呢，外口徛耶稣基督，徛伫门外口。那么咱看这8道书，应该是有所领会。耶稣就代表啥？代表光，代表爱，代表真，代表真理，对不对？伊讲伊就是道路嘛，伊就是真理嘛，伊就是爱嘛。那么耶稣伫外口，伊咧创啥？敲门。咱来去人遐，即马有电铃、电话，若较早无拢用漏门的。古早时代拢一个圆箍仔门吼，迄个签用这圆箍仔箍，免门环，讲有人记哩无？所以因为耶稣伫外口敲门，内底是啥？其实内底是啥？内底是啥？所以这个人看无啊，所以问迄个啥，迄个牧师啊，讲，请牧师你解说这8位出名，大家万千里来看这8位意义伫对，你请你解说偌济。所以这个牧师才讲啊，讲其实这8位内底最好意义，就是讲，当真理要入你的心内底时阵，这个门爱有对开，这个门爱有对开，爱你的内心。当真理要入你的内心的时阵，你这个门一定爱为内底开。咱一个人，就是因为无法度将心门拍开，道理虽然你听，有听但是破门而入啊，袂入。道理听遮济但是无法度去克入，就是你的心门无拍开。那么心门无拍开，就是你无将你自己真正心家定位起来，所以你无法度去接受这阳光真理。所以伊讲这8道之所以出名，就是因为耶稣外口代表真理，代表光，代表爱。当这个真理更甲爱要入你内底时阵，因为这个门外口啥，拢白白嘛，无锁头，无锁匙嘛。所以伊讲，当真理要入你的内心内底时阵，这个门必然爱于你内底拍开。所以你看咱即款建筑的门咱的大门一定向内开，有无？外口迄个才叫做纱门，还是防盗纱？防盗门，防盗门则往外看，因为向内唔免防盗。你向外防盗，你门若向外无防盗，差到就是啦。你若内底门内底家己的门内底有免防盗。所以伊讲真理要入你的内心内底时阵，你一定爱将你的心这个门拍开。你将你的心门拍开，真理才真正入。也就是亲像讲，咱今日学堂、听班、学习做人才，咱今日若无将咱今日学习的心门拍开，咱的点老师、咱的领导、咱的组长一直甲咱鼓励。练办法，若讲辅导有言言，迄个言就是爱于你内心当中，这个心门拍开，你的心门若拍开，自然真理就入。咱若一个人有法度底心下去，将你的心态放低，前辈在你讲啥，你有法度去感恩，去甲领受，那么你就会当接受真理。真理就是安尼来啊！真理毋是用你意识、甲你个人的主观看法去得到，真理是在你修道当中真实的落实。你路途宽嘛真理，你摆业嘛真理。你在做每一件事物当中，其实上帝无所不在，真理无所不在。只是讲你是毋是真正有将你这个心门拍开。所以这个心门就代表咱人意，代表咱人能量。所以心门若拍开呢，当然真理要入来就非常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世界上呢，无任何物件会当为外在，会当互你带来啥？带来喜悦甲安详，所以由此可见，真正喜悦甲安详是在咱的内心。在咱每一个人内心啊，譬如讲，咱有真侪人，拢去找这个社香，咱敢知社香重要？你用迄个社香，那么这个社香其实呢是为啥？为一只鹿仔的形象，鹿仔的形象来得到，来得到。但是呢，这只鹿仔呢，晓奇怪，我若定定闻到一种香味倒厝去找，拢找袂到。
对即只螺仔欣赏去找着即个社友，但是即只螺仔却是定定伫咧旁边，到处去吹，去找上啊找袂着。但是伊毋知影讲，迄个旁边源自出伫倒呀，出伫家己的欣赏，你家己就有啊。那么咱也是共款，咱拢到处去找人，找外口去找真理，哦，去听法，哦，啥物人讲了较好，啥物人讲了安怎，哦，不断去追求，其实这是无止境的。咱若无真正反观自者，将心门拍开，其实啊，真理毋是在你的挑当中，是你在你听了后，你是毋是当用心去家己做？你做1分，你得到1分；你做10分，绝对得10分。因为咱本身就亲像迄只螺仔共款，本身就有苦涩的物件。哦，咱着做大经，着做人讲啊，伊听无做家己度化了后呢，伊忽然开口发讲，迄5人其中一款，何其自性，本自苦涩，本来就是苦涩，记住。所以苦涩叫做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。哦，本来咱的自性就苦涩，都有的物件，但是咱的心来向外去看，向外去对，拢会苦涩。哦，所以咱定来向外去看，向外去对，永远咱拢安怎袂满足，咱的心无法度满足，无法度追求，所以咱无法度追求，咱就在人生过程不断的去追求。你愈追求，你的自信会愈迷信。就亲像只只螺仔款，你本来你就迄个汤啊，为什么你要到处去找呢？那么咱人就亲像只螺仔款，咱本来就苦涩啦，但是咱可以不断向外去分支，向外去找。哦，所以就做人讲好去自性本自苦涩，因为这个本来苦涩的这个安详甲喜悦，伊早就存在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哦，咱每一个人心中本来就有，阿婆啊嘛有，年轻人嘛有，少年嘛有，大家拢总共有办。所以佛在讲讲，众生皆苦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有一切众生皆苦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哦，毋是讲咱人诶，连迄个生物，所有一个生物，因为伊是随类发生，随着伊诶因缘，一世人变即种诶形态而已啦。但是伊诶本质有变无？无变啊，无变啊，对无？咱知影水是二性力啊，哦，H2O， 伊分散去是散布在整个虚空内底，但是因缘生诶时，哦，当两个 H 甲一个氧附在一起时，伊就变成啥？变成水。那么这个水会变成液体，变成气体，变成固体。虽然迄个形状不同，是因为随着因缘不同而变化不同的相貌，其实伊的本质有共款，绝对是共款。世间所有一切的组合，绝对是为伊的本来迄个分子原子所组合的。哦，你若无透过两种的组合，伊无法度成就物件。但是你透过两种不同的组合，形成了不同的面貌、不同的形状，甲咱人共款。随着个人的因果不同的因缘，所以咱即世人来咱世间有的天道，有的坤道，有的即俗善的所在，有的即好业的所在。哦，有的生活过了较安稳，啊，有的就是一世人坎坷。但是不管你的人生富贵穷苦，只要你若修道，你就当过日。你若透过修道智慧观照，你就有法度将你过去这因缘做一个重新调整，互你当过日。啊，灵就是啥？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在。哦。所以上帝叫做知无知嘛，迄中迄个就是伊，迄就是苦啊，迄个灵就是讲无啊，啊无就是啥，伊就无所不在。哦，毋是你佛堂走上帝，毋是你道理到上帝，毋是安尼。哦，到处都是有上帝。那么这个上帝就是甲咱的心灵无所不在，不管是拢是人，拢是客人，只要你拍开你的心，只要你将你的心灵拍开，所以呢，咱就亲像迄只螺仔共款，咱拢去找着。咱拢去向外去找，本来咱自己本来有个汤，哦，迄个汤就是咱拄仔讲，就是喜悦甲迄个安详。所以咱人就是啥呢？咱人就是上帝化身啊，咱就是安详的化身，咱就是喜悦的化身。但是人较奇怪，往往若失去了，才感觉讲平心；咱人若失去了，才感觉讲惋惜。哦，咱人真正有当时。有些时阵袂去感觉讲，即个有诶一种诶即个宝贵。一旦有一天失去了，恍然回首，感觉讲哎呀，当时我拥有诶物件，迄阵来当保持着偌好诶。所以咱就亲像只螺仔共款。所以讲众生就亲像只螺仔共款，家己本来就有诶物件，但是咱
所以咱的心我就在当中咧，去得到一种安定落来。所以咱孔老夫子在讲，一切即个财富、名利，如啥？如天顶的浮云，对不对？咱拢知影，所以叫咱爱看开啊。但是你看开后壁你爱有希望。你甲咱看开，你不知所以然，你要咱看开，你爱有希望。所以讲，一切的荣华富贵、名利、好歹，拢总亲像天顶的浮云。这个浮云代表啥？代表不定、不安定状态。伊随着时间因的变化，今仔日即马心情足好，足安定。咱日活动受着咱诸菩萨的护庇，听着道理，咱感觉心就安定。但是你即马坐咧念头一转，你可能起烦